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毒品侵入到校园，即摆是不止啊严重，有袂少的青少年拢是无小心去接触到新型的毒品。警政署每一年的暑假，拢有针对青少年的青春专案。今年更加是培训到581个专门的警力，分配到全台湾各县市，投入到校园反毒的工作，要来打造无毒的校园。 包装看起来真古锥，伪装做加味包，互人无张持就接到毒品。这些新型毒品都是以咖啡包的形式样式在流通，使用的年龄层呢，也都是以年轻的族群为居多。宜兰县警察局对于学生食毒的案件，追查到卖毒品的集团进入校园，国家电信业者要发送简讯的小号随机发送，青少年好奇才会犯法。 今年1月份到即马，警方掠到新的毒品原料3699公斤，成品859公斤。为了使毒品退出校园，警政署成立581个人的专职队，分发到各县市。接下来自保1、保2、保4总队的员警，下个月就会正式支援全台分局，进行校园扫毒的工作。前后2年，重点就放伫肃清校园毒品，净化校园环境。